當那束追光穿透麥人體育館的穹頂，將舞台上那個纖細的身影籠罩在一片銀白色的光印中時，在場所有人都未曾預料到，接下來的40分鐘，他們將襯力一場足以載入花與現場表演史冊的瘋狂實錄。這不是一場普通的演唱會，這是周深用聲音、肢體與靈魂編織的一場大型夢境，而夢的起點正是他閣下那個直徑不過3米的圓形升降台。倒計時的數字在巨幕上跳動，每減少1位數，觀眾席的聲浪便高漲1分。那是一種即將被釋放的集體亢奮，像蓄勢已久的火山，只等一個音符作為引信。周深閉着眼，雙手自然垂落，呼吸均勻，仿佛周遭的山呼海嘯與他隔着一個次元。但當他的睫毛輕顫，睜開眼的那一那，整個空間的空氣分子似乎都被重新排列了。他的瞳孔裡映着台下數萬支熒光棒的微光，那光芒瞬間被點燃，化作燎原之火。他邁出了第一步，就那麼輕輕的一小步，從升降台的邊緣踏向延伸台的起點。腳跟落地的瞬間，音響系統捕捉到一聲極其輕微卻帶着千鈞之力的嗒，這聲響像投入油鍋的水滴，頃刻間引爆了全場第一波尖叫。那聲浪幾乎掀翻了體育館的頂棚。而真正的高潮，從這一步開始，便再也沒有停歇過。他沿着那跳長達30米的延伸台向前走去，每走一步，都像踩在心跳的節拍上。那首改編自世界名曲的《達拉崩吧》前奏響起的那，周深忽然停下腳步，側過身，對着舞台左側的弦樂組輕輕一揮手。那一揮不是指揮，卻聲似指揮。樂手們在他的示意下驟然加重了悠弦的力度，琴音變得凌厲而充滿攻擊性。他的嘴角勾起一抹狡猾的笑，隨即開口，那嗓音不再是人們熟悉的空靈天籟，而是一種帶着金屬質感的分裂般的多重和聲。他在同一句歌詞裡切換了至少5種音色，從勇猛的少年到妖妖的女巫，從蒼老的巨龍到自戀的公主，每一個角色都活靈活現地蹦跳出來。隨着他步伐的節奏，一字一字敲打在每個人的耳膜上。走到延伸台1/3處時，他猛地轉身面對右側的觀眾席，雙手舉起做了過來的手勢，於是右側看台爆發出幾乎要刺破耳膜的回應。他滿意地點點頭，繼續前進，同時右腳輕輕一點地，仿佛跳起某種古老的祭祀舞步，每一步都精確地卡在鼓點的縫隙裡。那鼓點來自他身後的虛擬電子樂手，其實是隱藏在暗處的3位打擊樂手通過 MIDI 控制器實時生成的節拍。當他走到延伸台中央時，整個舞台突然升起一圈環形的水幕，水珠在激光的照射下化作萬千顆鑽石般的光點，而周深就在這水幕中央張開雙臂，發出了一聲長達15秒的無詞吟唱。那聲音穿透水幕，帶着濕潤的顫動的共鳴，讓前排觀眾能清晰感受到音浪帶嚟的空氣震動拂過面頰。緊接着，他原地轉了一個圈，右手在空中畫出一道弧線，指向頭頂懸浮的巨型冰瓶。冰瓶瞬間碎裂成無數塊，每一塊都映出他不同角度的面部特寫。那些特寫中的表情各異，有的悲憫，有的狂喜，有的猙獰，有的天真。當所有碎片重新聚合成一個完整的臉龐時，周深已經走到了延伸台的盡頭，那裡有一個小型圓台，台面上鑲嵌着感應地磚。他踏上地磚的瞬間，閣下的色彩隨着他音高的變化而瘋狂流轉，從深藍到赤紅，蔥翠綠到亮紫，整個體育館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色譜儀。他在這方寸之地開始了令人眼花繚亂的舞步，與其說是舞步，不如說是一種被音樂附體後的自然律動。他時而蜷縮如受驚的刺蝟，時而舒展如展翅的鶴，每一個動作都與背景的電子音效嚴絲合縫，仿佛他不是在跟隨音樂，而是音樂在跟隨他的骨骼移動。就在所有人都以為這已經是極致時，他突然蹲下身，用手掌拍擊圓台表面，那拍擊聲通過特殊拾音器放大，變成了低沉的戰鼓。他一邊拍一邊唱，氣息卻絲毫不言紊亂。那種對身體機能絕對掌控的能力，讓後台的聲樂指導都驚得站起身嚟。他重新站直時，從口袋裡掏出一個無線麥克風，但這個麥克風與眾不同，它的外殼塗着熒光塗料，在黑暗中像一顆墜落的星星。
周深將他拋向空中，接住再拋起，再接住，每一次拋接的間隙，他都準確地唱出幾句極高難度的花腔，那些音符像被施了魔法的精靈，在體育館的上空盤旋碰撞，碎裂成更細碎的閃光。他忽然加快腳步，開始沿着延伸台往回跑，那跑動的姿態帶着孩子般的雀躍，卻又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王者之氣。他經過的地方，觀眾席的歡呼呈現出一種波浪式的傳導，這頭剛落下，那頭又升起，整個場館變成了聲浪的海洋，而他是唯一的弄潮人。跑回主舞台後，周深並沒有停歇，他徑直走向舞台後方的階梯，那階梯通向一個更高的副舞台，他每一步都跨2-3級台階，速度快得讓攝影師差點跟丟焦點。當他站在副舞台頂端時，背景的巨幕換成了浩瀚的星空投影，而他穿着的那件看似普通的黑色演出服，在特定紫外線照射下，突然顯現出銀河般的紋路。那些紋路隨着他的呼吸明滅，仿佛他真的從宇宙深處走來。他在這高台上演唱了一首自己創作的未發表片段，歌詞是即興的，旋律是飄忽的，但每一個轉音都精準得令人發指。他唱到動情處，索性坐在了舞台邊緣，雙腿懸空晃蕩，像個在屋頂看星星的少年。可那聲音裡的滄桑與遼闊，又分明有着歷經千帆的沉澱。唱完這段，他站起來，做了一個讓全場感聲的手勢。那手勢很輕，只是將食指豎在唇前，但數萬人瞬間安靜下來。那種從極動到極靜的轉換，製造出一種近乎神聖的壓迫感。在這片寂靜中，周深開始清唱，沒有任何伴奏，只有他準淨到透明的人聲。那聲音在空曠的體育館裡產生了奇妙的物理反射，形成了天然的回響。他唱的是民謠，卻用上了美聲的共鳴技巧，讓每一個字都像刻在玉石上的銘文，清晰而持久。清唱了大約2分鐘後，他忽然將麥克風指向天空，然後猛地把手往下一壓，樂序在他的指令下同時爆發出排山倒海的音響。那種先抑後揚的衝擊力，讓不少觀眾捂住了胸口，臉上卻是極致享受的表情。他從副舞台的另一側樓梯跑下，這次他跑進了觀眾席的過道，身邊瞬間簇擁了數十名安保人員，卻依然擋不住那些從兩側伸出的想要觸碰他的手。他一邊在狹窄的過道中穿行，一邊繼續演唱，氣息因為快走而微微加快，但那加快的氣息反而為歌曲增添了一種獨特的喘息感，讓原本完美的錄音室版本在這裡被賦予了更閃活的生命力。他走到觀眾席中間的一個小型升降機上，升降機緩緩升起，將他托到半空中，他就懸在觀眾頭頂4-5米的高度，俯視着底下密密麻麻的人群。那一刻，他眼中閃過一抹難以名狀的光，隨即他盤腿坐下，凌空而坐的姿態像是在雲端打坐。然後他開始了一段長達3分鐘的無詞吟唱，那段吟唱融合了蒙古族的長調、西藏的梵唄，旋有西方歌劇的詠嘆調，幾種截然不同的佛聲體系在他的喉嚨裡被神奇地統一起來，產生了一種令人頭皮發麻的泛音列。那些泛音在空氣中互相干涉疊加，形成了肉眼不可見卻能被身體感知的聲波紋理。升降機緩緩下降的過程中，他始終保持着那個坐姿，連呼吸的幅度都控制得極為均勻，直到降落回地面，他才一踢而起，像一隻矯健的山貓，重新衝回主舞台。此時音樂風格驟然轉變，從空靈的世界音樂切換成節奏強勁的電子舞曲，周深也隨之變換了氣場。他的眼神變得犀利而充滿侵略性，動作幅度加大，每一次甩頭，每一次躲角都帶着除毀性的力量。他甚至開始玩起了麥克風架，將那根金屬桿旋轉、拋接、用膝合頂起，整套動作行雲流水，毫無排練過的生殺，仿佛那是他身體延伸出的一部分。汗水已經浸濕了他的鬢角，幾縷髮絲貼在額頭上，但他渾然不覺。反而在這種體力幾近透支的狀態下爆發出更驚人的能量，那些高音不再是輕巧地飄上去，而是像炮彈一樣轟出去，帶着滾燙的溫度和不容置疑的穿透力，直達體育館最遠的角落，讓坐在最後一排的觀眾都能感受到那聲音在空腔裡引起的共振。
當40分鐘的瘋狂進行到第35分鐘時，整個表演已經不能用演唱佢嚟定義，那更像是一場聲音的極限運動，一場肉體與靈魂的角力。周深的呼吸明顯變得急促，胸口起伏的幅度比開場時大了許多，但每當他舉起麥克風，那些喘息就奇蹟般地融入了音樂的律動，變成了節奏的一部分。他在舞台上橫衝直撞，從左側的樂手歐跑到右側的和聲歐，跟每一位樂手擊掌。擊掌的瞬間還不忘對着和聲歌手的麥克風唱出一句即興的花彩。那些和聲歌手顯然被他的突發奇想弄得措手不及，但專業的素養讓他們在0點幾秒內就跟上了他的調性，形成了令人驚嘆的現場和聲效果。跑到舞台最右側時，他突然跪倒在邊緣，上半身探出舞台，幾乎要掉進觀眾席。前排的觀眾嚇得尖叫，安保人員也緊張地向前邁了一步，但他只是用這個姿勢唱完了一整段高難度的快速咬字，那些字句像連發的子彈一樣從他唇間射出，清晰得每個音節的起承轉合都絲毫不現。唱完後他抬起臉，臉上是頑皮而得意的笑容，仿佛在說下到了吧。他重新站起來，甩了甩被汗水黏住的前髮，然後開始向舞台中央後退。他後退的每一步都踩在反拍上，造成一種音樂在倒退的錯覺。實際上鼓手正巧妙地配合着他的步伐調整節奏密度。退到舞台中央時，他從一名工作人員手中接過一把吉他，那把吉他是他極少在公開演出中使用的道具。當他把背帶掛上肩膀的瞬間，全場再次爆發出驚濤駭浪般的歡呼。他低頭調試了一下音準，然後直接掃弦。電吉他的失真音色混合着他的人聲，產生了一種奇異的化學反應。那聲音粗厲、狂野，帶着原始的破壞欲，和他以往精緻優雅的舞台形象形成了劇烈的反差。而這種反差恰恰是最具殺傷力的武器。他一邊彈一邊唱，吉他的和弦走向與他的人聲旋律時而貼合時而對抗，營造出一種危險的張力，仿佛走鋼絲的雜技演運。隨時可能墜落，卻又永遠保持着精妙的平衡。彈到人起處，他甚至將吉他高舉過頭頂，像搖滾巨星那樣旋轉。那把吉他在他手中像風車一樣呼呼作響，而他的人聲居然在這樣劇烈的動作中依然穩如磐石，甚至因為身體的旋轉產生了自然的顫音效果。放下吉他後，他重新拿起那支無線麥克風，此時他的眼神忽然變得深邃而溫柔。音樂也隨之降速，從前面的狂風驟雨變成細雨綿綿。他走向舞台前緣，蹲下身，用麥克風輕輕敲擊舞台地板，那敲擊聲模擬着心跳的頻率，咚咚咚，一聲比一聲慢，像要把所有人的心跳都調整到同一個節奏上。就在這近乎催眠的緩慢中，他做出了整場演出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動作。他忽然將麥克風從嘴邊移開，右手握着麥柄，左手攏在麥克風頭部，做出一個傾聽的姿態。然後他安靜了，全場也隨之安靜了。但那種安靜是帶電的，是掹緊的弦，是暴風雨嚟臨前的死寂。他緩緩站起身嚟，表情變得莊重而神秘，目光掃過全場，從左到右，從前到後，像在尋找雜魔。然後他邁開了腳步，這次他的步伐很慢，每一步都像丈量着時間，從舞台中央走到左側，再走到右側，最後走回中央。然後他停住了，那支熒光麥克風在他手中微微傾斜。接着他做出了整場40分鐘裏最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一個動作，他將那支麥克風直直地指向了觀眾席的某一個方向，沒有猶豫，沒有置疑。那個方向在萬人之中顯得如此具體又如此抽象，具體到幾乎每個人都覺得那支麥克風是指向自己的，抽象到沒有人能確切地指出那究竟指向哪一排哪一座。就在他指向的那一刻，整個體育館的燈光全部熄滅，只剩下那支熒光麥克風在黑暗中散發着幽幽的藍光，像一隻深海中孤獨發光的魚。然後從那個被指向的方向傳出了一道聲音，起初是模糊的哼唱，隨即變得清晰。那是一個普通觀眾的聲音，唱着周深剛才那首歌的副歌旋律，五音不全卻無比真摯。緊接着旁邊的觀眾也開始唱，然後是更遠的人，一圈一圈像漣漪擴散，到最後整個場館的數萬人都在唱。那為流成河的人聲粗厲，
雜亂，缺乏音準，卻有着一種驚心動魄的力量。那是屬於所有人的聲音，是千萬個平凡靈魂在這一刻被同一束光照亮後的集體共鳴。周深在黑暗中靜靜地站着，他放下了手臂，把麥克風收回胸前。他沒有再唱，只是閉着眼，嘴角掛着一種極度疲憊卻又極度幸福的笑意。那笑意在黑暗中無人看見，但所有人都能從那股突然安靜下來的氣息中感受到一種滿足的顫動。燈光重新亮起時，40分鐘的倒數已經歸零。周深站在舞台中央，全身濕透，像從水裏撈出來的一樣。他的呼吸依然急促，但眼神清澈得像高原上的湖泊。他沒有說話，只是深深鞠了一躬，那一躬持續了將近10秒鐘。起身時，他用手背擦了擦額頭的汗水，然後對着台下那支依然亮着的熒光麥克風的方向，輕輕說了一句沒有通過音響系統放大的話。那句話只有最前排的觀眾隱約聽到，是你們。然後他轉身，大步走向後台，背影消失在幕布之後，留下滿場尚未平息的狂熱與尚未被解構的謎題。那支麥克風最後指向的是誰？或虎指向的是第一個勇敢開口跟唱的人，或虎指向的是他視線中某個因激動而淚流滿面的面孔，又或虎，那支熒光麥克風從頭到尾就沒有指向任何具體的人，他指向的是聲音本身，是那個被周深用40分鐘的瘋狂所喚醒的，潛藏在每個人喉嚨裡的屬於自己的歌。在那40分鐘裡，他走過的不只是舞台的延伸台，他走過的是聲音與寂靜的邊界，是個體與群體的通道，是技巧與情感的平衡木。他用每一步掀起的所謂高潮，與其說是精心設計的舞台效果，不如說是一場關於人類聲帶所能抵達之處的田野調查。他在調查中發現，最高亢的狂喜往往來自於最柔軟的發聲，最震撼的共鳴常常發源於最孤獨的吟唱。那支麥克風的指向，最終成了一個開放的列局，像所有偉大的藝術所共有的特質。他不給出標準答案，而是把問題化作種子，種進每個驗證者的心理，等待他在未來的某個寂靜時刻，開出足於各自理解的花。體育館的燈光逐漸亮起，散場的廣播開始播放輕柔的鋼琴曲，觀眾們緩緩起身，臉上的表情混合着彷彿與滿足。他們彼此交談着，比劃着，試圖用匱乏的語言去描述方才那40分鐘裡發生的種種，但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地避開了那個問題，因為在那支麥克風指向的瞬間，每個人都已經完成了自己的解答，而那解答不需要被說出，只需要被記得。就在最後一個觀眾走出場館大門時，舞台幕布後傳來一聲級輕的，幾乎被收聲系統捕捉不到的呢喃，那是周深自己的聲音。在確認全場空無一人後，他對着那支已經關閉的熒光麥克風，用氣聲說了一句：其實我指的不是任何人，我指的是40分鐘前的我自己。然後啪嗒一聲，麥克風被放在了金燭台面上，發出清脆的聲響，像一枚句號，也像一串刪節號的開始。